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你知唔知道啊？現代嘅貨輪啦、郵輪啦、航空母艦啊，甚至遠洋嘅客輪啊，佢嘅設計比例啊，同聖經所記載4500年前挪亞做嘅方舟咧，係極為相似嘅。嗱，有啲人咧以為挪亞方舟嘅故事咧，只係一個寓意就唔係一個真實嘅歷史故事嚟嘅。但係如果我哋認真去查考聖經咧，就會發現啊，其實不然嘅喎。嗱，聖經咧唔止話記載咗挪亞方舟嘅存在啊，仲提供咗具體嘅尺寸啊、建材同埋呢個結構嘅細節嘅喎。嗱，呢啲細節咧展現出一種嘅超越時代嘅工程智慧，唯有神嘅啟示咧先至可以係如此精妙嘅。嗱，關於方舟嘅尺寸咧，聖經係咁記載嘅喎。創世紀6章15節講，方舟嘅做法是這樣。要長300肘，寬50肘，高30肘。嗱，用現代嘅語言講咧，即係咧，方舟咧係450尺長，75尺闊，就45尺高嘅。方舟嘅長闊高比例咧，即係300:50:30嘅。咁啊，依據專家所講咧，呢個係非常適合建造安全、堅固同埋舒適嘅船隻嘅。呢個結構咧喺波濤洶湧嘅海浪中咧，能夠保持穩定。佢係為穩定性同埋功能，而唔係為速度同埋呢個導航性而設計嘅比例嚟嘅。佢個目的咧唔係話要闖過風暴雨，而係要等待洪水過去嘅。咁啊，根據呢啲尺寸嘅估計咧估算咧，專家話咧，方舟嘅排水量咧係43000噸，相等於一隻咧中型嘅航空母艦嘅。咁雖然世人咧可能唔接受方舟嘅存在，但係實際上咧，每當佢哋建造一隻貨船啦、郵輪啦、航空母艦嘅時候咧，佢哋咧都係用呢個方舟同方舟差不多嘅比例而建成嘅。咁佢哋咧係不知不覺地咧係證明咗聖經所講嘅比例嘅智慧嘅。方舟咧唔止係神救贖計劃嘅記號，亦都係呢一項航海歷史中嘅工程奇蹟嚟嘅。喺冇現代技術嘅時代挪亞咧憑着信心同埋信服，按照神嘅指示咧，建造咗一艘咧巨大嘅方舟，足以容納咧各樣嘅活物同家人，抵禦洪水嘅審判嘅。聖經所記載嘅咧唔止係一個故事，而且係真實嘅歷史，係神同人嘅同在嘅記錄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